你看，那是不是开学就黑了新生讲话的蔡雅思啊？好像是啊。我跟你说，他还拿过 ACM 中国赛区的冠军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找人打听过他。哎，要不你上去跟他说说话？啊，不要，我不好意思。宝宝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快到这儿。又来，我要吐了。瞧你了，忙干嘛？怎么看上你了？瞎了吧？宝宝，你想喝什么呀？人家想喝焦糖玛奇朵。好的，马上就去给你买。嗯，能不能挑点便宜的呀？那我要分手了。姑奶奶，我错了。钱包。那真的呀？拿来。快。想，我也想喝。我也要哦。哦，行啊，没问题，都买。小心点哦。住手！你给我回来！蔡雅思，干嘛？问你个问题，你快，快点。问你啊，你觉得周晓他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趁火打劫的敲诈惯犯。哎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他当女朋友怎么样？啊？我准备给他介绍男朋友。有什么好介绍的？周晓这种人，不要祸害别人。哇，意见这么大呀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不是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怎么了？刚刚蔡雅思他没有，到底怎么了？没啊。哎，你侦探社的事儿怎么样了呀？哦，我还没跟你们说呢，学生会批了个活动室下来，以后我们活动都可以在那儿啊。陶玲，你是不是又躺着了？绝对没有，我现在坐在书桌前背英语单词呢。Abandon, A-B-A-N-D-O-N， 放弃。你只会背这个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明天一定陪你去自习。我回来啦！啊，你干嘛呢？我在设计我们侦探社的活动。这活动你都嚷嚷7749回了，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哎呀，我前段时间一直忙着布置侦探室嘛，好不容易告一段落了。我宣布啊，活动正式开始，就在这个星期六，就是后天。报告社长，我要携家属参加。OK， 都带朋友，那我也带一个。我带罗威，小鹿你带谁？我再想想。我去不了哎，星期六有个讲座，我想要去听。讲座？那你将错过一场精彩绝伦的侦探游戏。你就吹牛吧你！还不信？走。学校给学生会下达了美化校友相貌通知，咱们今天开会得赶紧商量实施方案。范总，你觉得呢？他到这里来干嘛？哎，能不能听我说话？知道了，一会儿开会。又是我。赵范舟不在这儿。没事儿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啊，我。我这也刚收拾好，有杯子没水的，你就没事儿。我知道我这样来找你有点突然，但是为了范舟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来跟你聊一聊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跟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啊，最近跟他接触比较多，真的只是因为侦探社。不好意思啊。